點解嘅咧？又流會啊？係咪真係關天氣凍起唔到身事咧？定係其實施政報告嗰個房屋政策真係冇乜問題？議員覺得唔使開會咧，咁啊唔使流會啦，索性不如話唔好開呢個會，等啲官員唔使騰落去啊！琴日立法會咧就諗住傾施政報告嘅房屋政策，就幫啲議員咧就詳細解釋嘅，結果咧就應該有20幾人嘅會咧，就得返4個人，咁啊唔夠法定人數，咁啊於是乎咧流咗。唔係第一次㗎啦，每年起碼有一次大事件咧係會流咗會嘅。咁除咗話房屋政策應該冇乜問題之外咧，我諗更加大嘅問題就係點樣可以防止立法會以後再流會啦？靠立法會議員自律，得就唔會再流會啦。咁實際上咧，其實應該咧就由佢哋啲關節眼嗰度入手。議員嘅關節眼咧就係咩咧？鍾意曝光。好關心自己公眾嘅形象，無論係功能組別定係直選都會咁做噶啦。就喺呢個位剁落去，一於咧就將佢哋嗰啲唔掂嘅嘢咧公諸於世，仲要咧張貼足1年，等人哋睇到嘅。邊個叫甩底議員龍虎榜？累積遲到時間龍虎榜，咁排晒出嚟咧，每年就頒個獎俾佢個喎，仲要係咪？即係譬如。遲到遲得多嘅，咁咧就立法會主席咧就會去叫秘書處買一個好靚嘅時鐘，就送呢個好靚嘅時鐘俾佢啦。如果甩底甩得多嘅咧，咁咧就買一條好靚嘅底環睇下係男士定女士定係孖煙通咁然之後咧就送呢個即係甩底獎俾呢啲即係甩底甩得最勁嘅議員。咁樣咧又有新聞價值，又挖苦佢，兼且議員唔想冇面嘅話咧，肯定咧就會有一個。即係好準時，就係避免流會嘅情況出現。真係覺得頭先嗰啲嘢太誇張，太過即係核突啦。咁啊簡單啲，立法會每個月整理好有幾多甩底議員嘅即係排行榜遲到嘅排行榜，出翻份新聞稿，等全香港嘅傳媒都會收到呢份新聞稿嘅時候咧，肯定嗰班好關心公眾嘅立法會議員咧，會即刻咧就準時翻出席翻啲會議，借用翻施政報告嗰句嘅講法。讓甩底的公諸於世。